數 Lemonade 84票 On a Sunny Day 569票4月物語514票給千億火星選中的2人118票說謊者659票。好啦，請 Rita 幫我哋講出 On a Sunny Day 姜濤。在先咧未能出席咧，去答謝大家啦。咁我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呢一首歌曲嘅曲詞編出嚟，同我哋一齊分享呢個傳承，亦都有我哋嘅呢一位嘅領獎嘉賓，就係 Makerville 藝人管理、表演及演唱會業務副總裁 Karen Lee 小姐。